生想要吹他的桃花，本来应该要放在东方的，白的嘞，歪掉了，没想到一偏给我们讲，大家猛来讲。老师，你没讲，你在不月这个位置是我的桃花位吗？为什么我放下去，我发现我半年来没有桃花？最后我想，我爸爸最近他交了女朋友被发现，反而转到他爸爸。那我回去叫我小孩放一下。放哪里啊？你要放哪个东西啊？你2014年去黑矮包红包给爸妈，最低价，看很黑 Google。找最低给父母可以多少钱？什么意思？这为什么要 Google？ 那最低可以给168。刚出社会1600。哦，1600。刚出社会，你很会收的了。真的包出1600。该朋友们来啊，你过年啊，春节有去走春走春啊，该真有某几个连加油钱都没有。大家新年快乐！上禮拜又邀請到眾多來賓同兩位先生來分享開運嘅方法。下禮拜嘅節目咪會繼續延續上禮拜，我哋教大家用版本快運走，好運來哦！一下就強下來欣賞今晡日精彩嘅節目吧！台面的、西面的，兩沙上高了。太太細細都鬧熱，看大師按風光，左右搖擺起松小拍腳踏接相撲，會將傲將蘇將傲臉打聽到電影下，一生好幾年哦，強健團結該精神，大師啊大師，鑼鼓響連天。吹吹空，吹吹空，滿天鬧連連。大師啊大師，微風有電線，江東江東江東，龍翔春湧過萬年。台面的西面的，兩沙上高了，太太細細都鬧熱，看大師按風光。左右搖擺起松小拍腳踏吉祥譜，開車數將傲將傲臉打聽到電影下，一生好幾年哦，強健團結該精神，大師啊大師，鑼鼓響連天，吹吹空，吹吹空，滿天鬧連連。大師啊大師，微風有電線，江東江東江東，龍江春湧過萬年。嘿多啊嘿哈，嘿多啊嘿哈，嘿多啊嘿多，家園興隆。嘿多啊嘿哈，嘿多啊嘿。嘿多啊嘿多，嘿多啊溜，大師啊大師，鑼鼓響連天，吹吹空，吹吹空，滿天鬧連連。大師啊大師，微風有電線，江東江東江東，龍江春湧多萬年。大師啊大師，鑼鼓響連天。吹吹空，吹吹空，滿天鬧連連。大師啊大師，微風有電線，江東江東江東，龍江春湧多萬年。江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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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湧多萬年。江東江東江東，龍江春湧多萬年。哎呀，哈，朱本云，你还要带舞狮团来啊？有他在旁边。陈明，你太夸张了吧？专业的，老师你们副歌可以给他一下吗？这很夸张哎。副歌他的打狮，专业打狮，来这里，大师啊大师，锣鼓響連天。
天闹连连。啊，是谁？哎，金曲歌王啊，各位啊。对，金曲歌王，金曲歌王。苦中作乐啊，苦中作。哦。2014年，好吧？歌得好嘛？好嘛？杭州的，杭州的但是，哎呦，因为身影嘅条路嘛，哦，身影嘅条路就是会有很多的状况，哦，我就要讲工作面。不管是铁家啦、同事啦，还有厂商啦，这些都是我会对接到的。哦，对，那你在科技公司上班嘛？对，我在科技公司上班。对啊，很多公司的那一些什么活动啊，公司还一台呢，游州主持人啊，对啊，都是做发通嘛，对，我是算福委会的，就是会每个月都要办活动。福委会的那很好 A 哦。没有，不是很多钱。因为福委会很好，请大家赶快去各个公司的福委会。开玩笑，没有。安有蛮讲，你读的嘛事情？就是讲到我老板好了，对他就是如果遇到错的事情。你老板会看我们的节目吗？张雄文呢？哦，那是哪个节目吗？不会啦，给他讲你的。对，他有偶。人家公司的面啊，没讲哎，不要讲好了，要不然我们会帮你标上去。你就说我有认识一个人，对，唐共有一间公司，我一个朋友的公司的老板，而对象是我的朋友跟我说的，没自家讲哎，就是。第一拜读到按钮条嘎，他会跟底下的员工比较，哎呦，很怪吧？因为通常员工要优秀，他要开心才对啊。对，譬如说，你有三个 K 方案，就是企划案嘛。那么写出来之后，他就改2个字，然后他就全部编成给嘿，很厉害哦。就整碗端走就整碗端走，还有这么小气哦？对，然后。遇到如果真的有事情的话，他就要送你千里之外。哦，真的哈。对，让你出师傅啦，对啊，就是我的事情啊。哎呦，这样很糟哎，两种铁疙瘩等于哦。对啊，为什么你们公司还可以这么大？嘿啊，可以，就是大公司才会这样。是啊，哎呀，还是可能只有我主管这样。啊？我同事的主管这样。你要朋友的主管。我朋友的主管这样。根本有可能啊，青岛泰公司的主管都会按用，为求表现嘛。他不会做事，他自己揽功劳啊！有的主管是这样子，真的。然后如果是牵扯到他的时候，他就把他推卸责任，对，甩锅啊，不是我，撇得一干二净啊！对，真的，因为我们很会对到员工，员工会发声，就是会说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对他就会说你们去处理，都是这样子。给他调嘎就按钮，给他调嘎就按钮，为他打抱不平。那还有同事呢？那你朋友的同事又怎么了呢？对，同事的问题，应该都唔定蔓延呢。反正就人家朋友嘛。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夸张，比如说我们写那个 Word 的文案好了，连一个空格、一个逗号、一个标点符号都退了10次哦，不夸张。要求那么严格？不夸张，他说来，对，标点符号可以退什么？没全部通用吗？他不喜欢新细明体，他要华康文字啊，有中文跟英文，对，有全形半形，所以会有关系。他就说，我觉得你们还是全形比较好。哦，就退回来这样。那我隐形好了，隐形，我不要看。对啊，隐形就离开公司了吧？应该，就最好用无形的比较好。对啊，那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老板就是真的也很双面。哦，对，还一条高，朋友的朋友对啊，所以好，赌都条找麻烦。好，同事呢？同事也很厉害哦，都是表一科的哦。哎呦。表哥表姐给的对他们就是，譬如说我们在讨论这个专案，那其实都有结论了。那老板问到，他就说MD 我不知道，我们没有讨论哦。但是他私底下会寄 mail 给老板，就是把我们讨论的，对，他又是鬼话旁听，对，也是整碗端走，对，就寄给老板。哎呦，然后他自己邀功说这是我设计的。按用，很有趣吧？给他公司一体关呢。还是因为你太善良了，所以没有碰到这种人。对啊，有个人。其实做两种事情还不能得发现，不人家朋友发现，哎呦，我也一直跟着会回转。对啊，转不回来，你知道？对，然后反正就是还有。
我们譬如说我们2个讨论的事情好了，那现在已经发生问题了。哦，他很聪明哦，我们没想到有这一招哎。他说我上次跟你讲话，我已经抄下来了，他就拍照传赖给我们看。他说哎。我上次跟你讲过啦，他就是写的哦，手写的小抄，他就拍过来，他说所以是你的错。手写小抄很聪明呢，就是我跟你对话，他就说我当时问你的时候你是这样讲的，他把它记下来，他留下证据，对，呈堂证供，他在拍照哎，可是你也不知道说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因为你们不记得你公公嘛改对啊，那你们要录音啊，下次我有录音，现在很多我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你看朋友会 hold 一下好吗？现在手机很方便，要录音的，对啊，这一招可能要学习。对，我就碰过这种人啊，真的，跟你谈话不要背锅也不要甩锅啊，哎呀，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关关难过关关过，我还是过了。我觉得啦，他职场上的小人一斗，对，但是就人善被人欺啊，真的马善被人欺就是这样子。他应该是自己有什么防小人的措施？有哎，刚刚老师很像也有问到带那个尾戒尾戒有查哈？哎，只是看说我带的颜色有没有合自己的那个金木水火土颜色的。哎呀，有嘛个？它是木的吗？哎，这个也是木的这也是一个戴宗旨是什么意思？对啊，戴宗旨是您结婚的意思吗？没什么意思哦，没意思哦，刚好那个时候只戴得下。对。这你戴了以后有比较好吗？有吗？干有？我只觉得我事情都会一直过关。对，我自己会把它过关。所以你那个朋友，你朋友就过关了，这样。对，戒指在你金子，戴数字，但你朋友会过关。来，我们请教一下老师，劝告一下，掐欣赏。好，你戴尾戒哈，其实基本上来说都有帮助。只是你讲哈，听讲观众朋友写那些，而且切嘎是汉马来，你那个是木质的嘛？中间是它尾戒尾戒是金没有？金属的，都会含嘢。有哈不？全部都会含。所以本地来讲，你其实头脑很好，反应很快，但是有一些小的细节没有注意到。当然，我刚才讲，我们一般很多观众朋友秀存出来哈，你看你的指缝太大，有没有？指缝太大的朋友，你就要从给他戴到一个，当那个指缝看不出来。哇，指缝很大哎！指缝太不用哎，溜出来嘛。按用啊，应该就冇用了啊。好，看你买东西。你讲观众朋友，你秀存出来哈，你发现讲按掉。都按那懂哈贝是你莫，老师你好合哦，就不要再拔哈。对，而且你没有发现我这样转不同角度，你没有发现都一颗，每一节都有一颗。有呢，老师的手好可爱。我还不是只有那个，我连手背都有。真的呢，密的呢，好像 baby 的手哦。观众朋友哈，你太讲还讲刚旁边小人懂多，你有一些哈，像台湾讲该这些，你没有发现他一直忘记。无中生有你要一直讲你的朋友，给朋友无中生有那个人，对。那基本上你要记得，我们把家里头平均分9等份的时候，居家环境，你不卡哈正西方，这个叫做文昌位这个是4律文昌，在2025年那些，你看文昌哈，文昌它差在哪里？我的判断、分析、记忆能力会变很好。所以刚才讲，你朋友他都记得哇，真的下一轮，你都唔記得講到底有講嘅冇講嘅，你都唔記得。所以我第一個哈，在這個方位裡頭，第一個呢哈，先把它整理乾淨。第二個，我要常常講說，除了整理乾淨以外，你可以加一盞燈。加一盞燈，讓我的這個可能判斷分析能力能夠提升。這個是很重要的。最後就有一些，如果說你有些朋友，如果還那個不卡癮哈，有要讀書要考試什麼的話，或要考那個文職啊，比如我要考公職啊哈，你可以放盞燈在這個位置上，用張紅紙。把它圈起來，把燈圈起來，把燈圈起來，下一年秒，名字、農曆出生年月時間，然後基本上你就是放在那邊之後，你的整個的判斷分析記憶能力會變好，腦筋會靈光，對，很重要。所以這個位置呢叫做文昌位啊，還有一點你還有的朋友哈。
它是属于企划方面，像你的工作都需要动脑，那在这个位置来说的话，稍微多做一些布置，对于我们来说就会很有帮助。你把那位置布置得像圣诞节那种感觉，亮晶晶，亮晶晶，那个会弄给以后啊。对，那就不错。但是一定要记得哈，你要在方位里头哈，最忌讳的一定要记得不要放水哦。哎呦。不用水，不用再哈，你小的水会流动，不用腰痛，流走，腰痛做的，腰痛我不用呀，健康门要开啦，莫乱不用嘛。不用这样的微受哈，会破财哦。要记得放水会破财，这是观众朋友可能要稍微记得一下的地方。我摆满东西会记清楚了。对，西方，对，好要注意。Amanda 老师，其实刚才听到彭君的故事，让我有非常深的感触。很多的回忆，你知道吗？你也有朋友有这样的事，就是其实我在做这行之前，我做过很多年的上班族，上班族也有朋友嘛。对，我的朋友哈，他就有遇过他的老板哈，真的也是那种东西交出去，他就是可能隔了好几天都不回，然后就这种压到时间快到了，一问老板就挑个2、3个错字出来，或者是像刚刚吉娜说的，他就改了字体。OK， 很常做这件事情哈，所以这样的老板，他那个是就是找麻烦，是吧？是类似这种。我就怀疑，你就知道给他挑嘎，我就是要挑你一点毛，对，习惯在挑骨头一点。他觉得他有在做事啦，好，要不然就是那种可能是以前做编辑出身的吧，开玩笑的哈。有可能，有可能。但是好，回到像我们讲彭君的这个星盘哈，其实你看哦，彭君的星盘也很有意思哦，他是太阳水瓶座，对不对？上升金牛，然后你有很多的，你也好多水瓶跟摩羯的行星哈，所以彭君你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而且你有你的坚持跟标准的人。有吗？他有正义感吗？有。你们跟他不熟。熟啦，有啦。好，但是我得直接讲哈，彭君你个人的星盘，你一辈子犯小人。哇，真是这样。是有生意的，我真的问对了。两周的过晕嘛。老师，那没有犯小三比较好。你要不要去投胎过啊？一辈子犯小人。我这样讲哈，我们不要太激动，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好事嘛，对不对？就像我知道明天会下雨，我今天我出门可以带雨伞。我知道我这辈子犯小人，所以我们就可以像刚才老师建议的各种措施，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说不定过了10年之后，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当小人，自己当小人。与其被人家犯，不如我先来哈，这是开玩笑的。不要了，还是要当君子的，不要当开玩笑哈。但是我们讲哈，确实，但是彭君在2025年今年的这个运势部分哈，小人的问题我觉得还好哎。其实我觉得你比较烦恼的是，确实是你老板给你的压力。你会觉得你目前的工作，其实你工作是愉快的，可是想到老板这2个字，这个人你就觉得啊，真的那个石头，对。我连看他的眼神，我都觉得，对啊，那你为什么不换工作？没有，因为我觉得你换不了老板，只能换公司。可是我进去，我觉得我升迁算快哦。我奖金也算 OK 哦。老板有就是人的问题。对，那也是最上面核准的。哎呦，你就继续加油了，好不好？我上面就是主管，你做你老板的老板。我就是干掉他。对，好，可以这样努力。好，因为这样讲哈，其实彭君你今年哈，你真的会在有时候你这心会很摇摆，就是一下子想到你老板，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要换工作啦？你看想到他，我睡眠品质不好，这个是钱补不回来的。但是一下你又摇摆到说，哎，可是奖金也不错，公司福利也好，对不对？这个又可以让我来唱歌，还是折腰一下好了。对哈，就把这个当成自己心灵创伤的慰抚金也是不错的嘛。所以你会很犹豫。那我会建议你哈，在2025年，你先想清楚你的定位。比方说，我们人生现在都追求斜杠，对不对？你到底斜杠哪边的比例要比较重？其实你可以好好的想清楚哈。再来就是我要提醒你哦，就是你今年在网络上的任何的发言、留言、贴文、回应，你都要很小心，因为呢，爆红跟爆黑就在一瞬间。好，所以你可能都要很小心，对，你可能会爆红哎，给你有破样片哦，有可能。你现在社团的那个订阅多少？没有很少啦，大概1000以下而已。IG 还是 FB，IG 更少，IG 才有200多，但是没有特别，不一定哦，就是有人刚好看到，对不对？刚好看到爆红，就会一嗨就一对，可能有时候一句话，别人一下转传，你本来1000的，突然隔2天一看，哟，怎么变1万？哈，这种就很可怕。这样子啊，有这样的可怕的。但是你花钱好像可以买，那也是另外一个。好，所以我会建议你今年的这种，就是面对很多人的这种留言发言，包括你在公司，如果你要面对很多
部门、很多人的话，你讲话都要比较小心一点，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好，谢谢。那真的要依住你哦，真的。哎，突然这种变化，我希望是爆红，不要爆黑吧。对吧？至少先爆红，好，先爆红，然后我们再爆黑，好不好？黑红也是红啊，黑红也是红，对了，没错，真的，对不对？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暗用周的啦哈，哎，维介有用哦，他谢谢，OK，那加油了，好，谢谢，叫你朋友加油哈，好，谢谢罗哥，回去把你老板拜掉。好了，杀了，嘿，恐龙偶像带来后堂的歌曲哦。来啦。心中有一个信仰。非常讨厌我的旧名字，我只要听到或是医生我挂号他念，你说，哦，对不起，没关系啊，你就讲我们的意思就好。水中的多样，本天空颜色，又泡又蓝，又世界罕有永远的做法，喜欢了感觉，心中有片晴朗。想彼搭嘅烦恼事情，想彼到未来前希望。偏偏两条路，一弯弯又一样，黑暗的理想。爱的绝对保护，心中属于爱的地方。能你为了天马的世界，你永远的继续彼恋爱。梦的时间很黑暗漫，有送你温暖的桑林故恋爱勇敢，心中有一个信仰，脚步停停来继续行，永远的地方，藏起天堂，有万人的月光，还有发作用。能你为了天马的世界，你永远的继续彼恋爱。梦的时间很黑暗漫，有送你温暖的桑林故恋爱勇敢，心中有一个信仰，脚步停停来继续行，永远的地方，藏起天堂，有万万的月光，还有发作用。有万万的月光，还有发作用。星梦太感，偶像，情歌，偶像，好歌啊，跟两位老师介绍一下，目前这一位哈，在这个抖音界还有短影音界非常有名。首屈一指给恐龙偶像，那你小孩子、国中小粉很多，都在带坏小孩子，真的。某地方给他讽刺，
他用他的方式教育小孩啦。对啊，连上一次那个谁郭台铭选总统的时候，有没有请一个那个阿嬷有没有翻桌那个，就是他捧出来的。哦，他旗下也很多。他旗下的艺人哦，那个阿嬷是他旗下的艺人。YouTuber。哦，有厉害嘞。好玩哦。好玩，还不错，我都有跟你赞的。所以有时候人不可貌相，你真的不知。不会，他貌相怎么了？不是，因为他来比赛的时候唱的也相貌堂堂。对啊，然后就是没有怎么特别的。不过佢头摆正经呢，我吃到佢俩傻傻的啊，他没有。佢到俩他冲狗没进步嘞。他有没有各方面他都有进步长足的进步呢。对啊，没想到他出去在那个领域竟然表现得这么好。对啊。我后来知道的时候是孟达跟我讲的，恐龙偶像，我想为什么叫恐龙偶像？哦，原来是他在那个领域真的是一个佼佼者。翘楚。翘楚。邱小老师啊，宋三大，够用啊！翘楚，厉害！你有没有读到蛮问题嘛？懂孙吧？嘿啦，2024年呢上半年度了，一路大顺畅。上半年的时间，下半年呢有点问题哈，有点卡关，事业问题。哎呦，又蛮讲，就是动不动会踢到铁板啊。哎呦。你说你真的踢到铁板还是没有？就是有一些被打枪。对，有一些客户啊，会请 Annie 做业配嘛。我该客户会一直改啊，重复改。改要求很多。对，有一个知名品牌的吃的改了7次。啥意思？改了7次啊。为什么要嫌弃什么地方呢？没有这个，因为我有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了解。有一些厂商，他就是因为他花钱嘛，对啊，他当然希望就是说，我想要植入我的东西，能够让更多人知道看到嘛，所以他要把他的很多的内容都要灌在里面去。对你可能有一些东西他没有交代清楚，他就觉得不行啊。怎么样用？对，两种的情形嘛。还是因为你的这个点阅比较少了，所以人家才找你麻烦啊？没有，点阅高的时候，其实厂商很好谈，很好讲话的。厂商应该喺气氛，人家逢嘅，怎么请啊？还是很高啦，还是很高，还是很高哈。就主要还有一些厂商会欠款呐，欠款的问题。欠款这就不行。对了，就拍了以后，然后片子也上了，然后钱没分。啊，对，会，我们可能下个月才会汇。这样子，你们没有先收定还是什么？有，有些有收定的，有些是老客户。老客户你要告他，那样也很奇怪。就好多钱在那边，然后就等。那吃到兄两种事情，应该要黑纸白字下清楚了，至少在什么时间之前拨款。你们都没签约吗？有啊。那个老朋友的客户就有点麻烦，不过有啦，他已经答应好什么时候要给了。你就推给别人啊，推给你经纪人啊。有啊，还有去跟他说明处理经纪人帮忙处理。懂演喽，不然经纪人要做什么？对啊，我们当艺人就好好的把工作做好，其他事情就交给专业的。我们当艺人都是要问我经纪人的，很聪明，很好用，经纪人超好用哦。你讲人家过名以后，黑不黑运势大开啊？他有改名吗？他的恐龙偶像啊，张回4S姐，这不是改名啊，这个是我的旧名字也有改掉。你旧名还有改，因为我非常讨厌我的旧名字，我只要听到或是医生我挂号他念，你说这个名字吗？对不起，为什么？我可能心情就会很差。真的哦？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听唐九了，我就感到很烦。这个名字很好啊，又冠军，然后那叫你林恐龙吗？还是什么？不要，也没有很好听。真的，偶像这样。你知道他用吗？这个名。我听到很讨厌，心情不好了，我心情就有点，先不要讲那个名字，很讨厌，对不起，没关系啊，我就讲我们的艺名就好了。对，艺名你喜欢啊，去改名某种艺哦。对，
所以艺名你反而喜欢恐龙偶像，哦，掐欣赏。你用恐龙偶像以后，就真的就变成大家的偶像啦，对啊。我可以问一下，你那时候冠是冠军的冠吗？对。哦，老师不要再问他。我没有。老师他要生气了。对他生气了。我只问。我刚讲的那3个字，他已经就抓着我的手了。我只问一个字。为什么会问这个？是因为那个字确实跟你的生肖是不合。哦。以前我们庙里拜拜都杀什么？杀猪牛羊做大型的祭祀。哦，对。然后庙里拜骂啥得冠军啊？谁家冠军谁家？所以冠字是不合这个生肖的，因为大的就要被人家做牺牲奉献做祭品，所以那个字确实不合你。不过我们你哋哈盖掉阿名排山俺摸那哈，这是我们你去嘎盖呀嘿呛音，没有这个我自己想的，你去嘎凶恐龙黑几球的叫诶。如果他没骗我，你那么帅，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而取恐龙偶像？他狗狗叫恐龙，就是一念之间，好，那就这样子取了。哎，你唬我哎！真的，恐龙是我之前的狗。别给我啊！给我。那你讲下哈，你哋普通人后面冇恐龙哈，伊啲哈，你名讲啊香噶嘛个是阿啲用噶。那艺名哈，像这个的话是要全部加起来总笔画多少？那4个字刚好跟日本那个很像啊，对，很像。你按看一下总数加起来多少？51画。来，凶。中哎。没有中了。中了。浮沉。一盛一衰，一成一败，早若有成，晚年浮沉。晚年浮啊，它就是前面那个，但是会有起起伏伏的意思。可是我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啦，我一样用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不妨学那个日本人有没有加一个 no， 有没有？恐龙 no， 加一个上去，加一画就变52嘞。52来，看一下52变什么？马上变好，52急或者是恐龙 A 也可以也是52。50恐龙 A 偶像 A 好不错ALDA 急先见远见卓识，对，洞着先机，贯彻大志，芙蓉绵绵，融融绵绵。好，融融绵绵，吃到以后呢？还有个重点是什么？这个是财库的名字。有财库，恐龙 no， 或者恐龙 A， 奇怪，加一下，没有啦，因为我们一般在那个时候，它直接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突兀，你可以把它小小的加在旁边。但是它多了一画以后，它就有财库。而且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转换成财库？所以你的粉丝全部都是恐龙，因为恐龙 no 偶像你是偶像你的粉丝都是恐龙，你的粉丝们就是小恐们，小恐龙，很可爱呢，就恐龙妹。瓜哥的现在下面一位，他的面粉，对不对？面粉，我的就叫牛粉。牛粉是恐粉，对，恐粉很可爱啊。恐龙低偶像也可以啊，单的手。那你去年因为你翻一个叫太阴星，太阴你是那个谁来还旺的时阵叫做太阳，谁么也比较旺的时阵叫做太阴。那去年基本上来说你是太阴星刚好进来，所以男生很旺。如果你的生肖里头男生特别旺，女生特别旺，但男生运势比较会有影响。比较起伏万有。所以呢，我这边给你，又来了，CSU 来了呀！好，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句。工作方面，对，财运方面的机会比较旺盛，相对而言，男性朋友的运势就会略显平淡甚至在人际关系、财务、投资等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状况。你会他太得位啦，给予法时间于经营啦，调整自身步伐，稳定中求发展，设法突破。也就是说，你在去年里头，你有遇到一些状况，要怎么样去突破它，怎么样去改变它，是你去年那时候要做的最重要的功课。所以你觉得我好像踢到铁板了，我遇到一些问题了，那这个时候
说怎么样去改变我的方向，怎么去做调整？对，在去年里头这个是最重要。不过新的一年里头，你的运还蛮不错的，大运还蛮不错的。所以新的一年度里头，我觉得大有可为。罗根用哎。我看我一下我生肖的东西。真的，你要不要等一下看？你还在主持呀，喽？等他统加起来加一趴，看效果跌抽嘛，自己翻阅起来。哦，太七嘎都对七嘎个生肖已经有印象，对，感觉很准啊。故事你每一年个开始的时间就要跟大家分析一下。对。但是你不信占星学 ，Amanda 老师的你还要听吗？有准啊，有准啊，因为那个投资的部分是确实有。哦，真的哦。前面那讲的刚刚都有准，有准哦。但是你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对不对？黑吗？就是会算命嘛。我没有不太什么紫微什么问神什么塔罗牌什么塔罗什么。但是有前阵子有那个塔罗的啊，有塔罗该朋友来，那个工作室了，那个员工就本给算，然后就算到哦，大傻就说大傻懂准，人家就哦。气跨买啊，我也试看看。他就跟我讲说，哇，他抽到一张牌，他直接第一句话，人来讲，讲，你想要结婚吼，他就哎呦，真的有效，想要结婚，真的有效。所以你现在也有对象？有。第一次都有吧？有小孩了吗？这是后面的故事。之前有个女生哦，她就想说她一直没有对象，想要吹她的桃花，本来应该要放在东方的，可是歪掉了，她放到别的位置去，没想到一偏哇，跑到另外一个位置，东北方去了。给我们讲，大家问来讲，老师你没讲，你在不是这个位置是我的桃花位吗？为什么我放下去我发现我半年来没有桃花，完全没人找我。不是，最后我想我爸爸最近他交了女朋友被发现。反而转到他爸变，他爸有桃花。爸爸有桃花。那我回去叫我小孩放一下。放哪里啊？你要放哪个东西啊？抽到一张牌，他直接第一句话，人来讲，讲，你想要结婚吼，他就真的有效，想要结婚，真的有效。所以你现在也有对象？有。第一次都有吧？有小孩了吗？这是后面的故事。还有来讲，你要注意有生人的哦。有生人就真的结婚了呀？我就请讲，我小孩好可怕，好可怕。不过给第二句补了一句，给讲是双胞胎哦。哇去！哇哦！所以你一个小孩很怕，你想要一次两个就很好，所以你到底想不想小孩？中医你想要结婚吗？想要公子就出来。所以你就开始信那个老师了？没有，我没有信啊，就是当参考，因为这个是塔罗，好像是近期的。在西洋占星学已经很久了啦。Amanda 老师有买建议聊天。恐龙偶像哈，其实你看到他是这个太阳摩羯座上升这个牡羊座的朋友哈，其实为什么你说你去年的运势还蛮顺的，可是到了下半年开始觉得卡卡的？有一个原因是，你看你的太阳摩羯座，去年流年的冥王星它逆行，好，不是只有水逆，大家都会讲水逆，对不对？其实所有的行星除了太阳、月亮之外，所有的行星其他都会逆行。好，所以说冥王星呢，它逆行回到摩羯座，所以恐龙偶像你会觉得，好像怎么觉得有点卡卡的一些问题，一直反复，有没有来来往往反复？那比较恭喜的就是呢，因为冥王星在2024年的11月已经就是顺行进入水瓶座了，所以你的影响这种卡卡的感觉就会过去了。好，所以你在2025年呢，一样大方向，其实你的整体大运是好的，是顺的。这种工作事业，甚至是可以这种我们讲说稳定发展。好，然后你的流年来看呢，我不知道你对于你这个因为那个太年轻的族群哈，这个海外的经营哈，你有兴趣要跨足到更远的地方吗？日本。对，因为明年有机会。对。
香港啦，香港跟澳门那边都还是有粉丝，或是马来西亚、新加坡也都对。那我觉得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这种就是视频里面加一些这种可能当地的元素哈，或者就是一两句一些让他们有亲切感。因为明年你的运势，你要去拓展你的这种海外的工作机会是可以好好把握的。好，那我觉得香港你就可以唱那个丢丢党啊。我只会他们的脏话呢。对啊。丢丢党啊，不就是他们的？丢。哦，我知道了。对，好，那放在你比较刚才有问到这个感情运的话哈，其实你明年呢，我要这样讲，你的感情其实可能走到一个我们要抉择的十字路口。好，确实很适合开始认真的讨论我们要不要结婚。好，因为这个是不急着说一定要在2025年今年结婚，可是至少我们要开始有一个共识，有一个讨论，对，这个是可以开始做的。因为开始做之后呢，你们两个人的感情会更稳定。好，就是有任何，比方说我们要一起买房子，我们要一起存钱，你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你们感情会更稳定。可是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很可能两个人就会有一些那种，对未来的看法会有一点不一致或什么的，两个人之间的口角争执，或者是后面衍生的状况就会比较多了。好，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现在觉得跟这个对象的感觉不错，对，你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在今年。好，去讨论这件事情，讨论未来的计划。对，我觉得对你的感情来说是一个很正面加分的一个建议的。还是要给人家一个交代来。嘉欣上有吗？建议本人给观众朋友改桃花运啊，增加桃花运的好方法吗？头发分两种哈，大家记下了哈。第一种说女人头发，人缘，我们这个人缘间啊，人际缘，我可能工作、事业各方面来说都会有加分的。尤其我们艺人最需要的就是人缘桃花。对，按女人头发哈。是那样，好，2025年你拉给阿布卡好分成9等分线，东南方这个方位，东南，第二是你的人缘桃花，它不是只有可以这样帮你赚到钱哦，而且你的人际关系会变好哦，然后当然这人缘桃花，我尤其是我觉得艺人很重要，我们常常讲观众缘，你会发现，尤其像比如说我们如果你这样看圈里头这么多人，有些人真的能力很好，他的才华也很好。对，我觉得其实走了这么久了快40年了，其实很多真的很有才华，唱的也很棒，也很会演戏，也长得很帅很漂亮，但是他就是没这个运。对啊，奇怪啊。观众缘。有的你比如说30几年前碰到他还在做氛围演员，现在碰到他还在做氛围演员，就奇怪啊。还是他就是喜欢做氛围演员。有可能，跟注意就是我们的人缘桃花，你已经人缘不够好。那这个人缘其实有时候就人家观众缘啊，一看哇，这个就很容易让人家一眼就喜欢，就很让人家觉得这个眼睛放亮，知道吗？所以基本上来说，你可以试试看，在这个方位里头，东南方，如果你觉得我希望在这方面加分的话，你可以放紫色的水晶。像刚刚那个恐龙蛋那就很棒哦。你把它放在这个位置，它可以让你的事业运然后你的人际关系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加分。应该可以防小人，对不对？没有，防小人就是自己房间后面那泡尿啦。但是呢，我们刚刚有的观众朋友，你希望的这样，比如我想要找对象，有姻缘的部分，好，姻缘桃花在东方。正东方，你分开之后，你要记得哦。我常常讲，你一定要分很清楚。为什么要分很清楚？我来跟大家分享哈。我之前有个女生哦，她就想说她一直没有对象，想要催她的桃花。然后她就在家里头量啊，没想到她不知道说家里头那个什么那个梁啊，那个梁柱会对我的。那个什么罗盘或指南针会有产生影响，就它一量，比如说本来应该要放在东方的，可是歪掉了，它放到别的位置去，没有多久那个罗盘坏掉了。不是，因为我们家里头使用电器的时候会干扰，大梁里面有钢筋会干扰，所以通常你如果是罗盘指南针要在室外量。你看手机有卫星定位，你就可以在室内量。量好之后，这样才不会有问题。那我刚才讲那个，他放错位置，本来要在这边，没想到一偏，哇，跑到另外一个位置，东北方去了。给波比提高，大家问来讲，
老师还没讲，你在不这个位置是我的桃花位吗？啊，为什么我放下去之后，我发现我半年来没有桃花，完全没人找我。不是，最后我想我爸爸最近他交了女朋友被发现。反而转到他爸变，他爸有桃花，爸爸有桃花，哇哦，好的，受到干扰，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一定要确认方位很重要。后来他跟我说怎么办？我要自首吗？我说千万不要偷偷收起来就好，不然你到时候会被爸爸妈妈骂。那我回去叫我小孩放一下。放哪里啊？你要放哪个东西啊？不用买。所以东方这个方位叫九子，它一般叫姻缘桃花。而且有懂得朋友哈，比如说在每年的这个正月15啦哈，那你可能会去求一些，比如说姻缘线红线啊。月老庙求红线，还有8月15月老生日的时候，你去求来奉先正呢。红线要放什么位置？就要放在正东方这个位置。红线不是绑自己身上？一般来说，有时候我们这样讲，不是会有我们去拜月老的时候，会放盘花跟会跟糖。那个糖，不要感冒藤啊，感统，感统，也就是将来甜甜蜜蜜。藤干米丁啊，闽南语他们讲就是希望他的姻缘能够甜甜蜜蜜，所以你可以回来之后把糖放在东方，然后红线一开始先放在东方，然后大概放个几天之后，然后你绑在身上。如果你要是真的那个花如果你有拿下来，就放在这个方位上，因为有些人他不太习惯绑在手上，你就把它放在这个位置上，就可以让我们在姻缘方面来说比较有更多应该不能讲更多，应该说。真的有找到正缘好的机会还有一些朋友是不是喜欢有没有在家里头放那个桃花插花真的插花放在那里，你那种插花的时间记得买一点，那个上面有时候它好几个花苞，你莫讲大扎都爱哦，你要把那个小的不好的剪掉，只留大概比如2-3个。插上去之后，最后开花的那一个，麻烦你把其他的剪掉。第一个你知道这样子的开的那个花才会漂亮，因为营养不会被所有的分掉。开的花才会漂亮。有时候我常常遇到那种就是这个插上去之后，每个你都在那边等它开，到最后外亲牛吧什么都来。所以我们一般什么烂桃花都来。对，所以我们大家还先头发一些哈，你插发一些，但是没关系啊，他应该扛得住啊。有一些头发真的不要贪多，真的有，对，一个就好。对啊，有一些今年蹲以后一扎就有啦。对。什么形象？好，人缘桃花在东南方啊，姻缘桃花在正东方。对，开始给他请一下。那也希望你真的把铁板搬开哈，好好规划一下。事业顺利啦，然后你另外一半能够赶快能够结成连理，然后生个双胞胎，人生事业双赢家。哇，那就真的太棒了，好不好？好，石门恐龙偶像，谢谢安主持人，谢谢恐龙偶像，谢谢也懂风啊，真的哈，了解年轻风，真的来沙落沙落彭依群呢，待会后堂的歌曲，彭依群，来弹过来。在今年啦，我们的这个谁会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好，来1、2、3，来，请亮牌，来。第一名是3号3号标是不及格对，我们有可能甩牌，我们来看看选到3号牌呢，最多人选到的就是。笑颜颜的伞。
开青铜山从何意思？一记胆冠中间开倒退，开青日退浮云丝。万出万出作胆冠，见月见月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千古不变客家分，冤人作胆冠，杂色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抬相存，万古流芳。开青铜山从何意思？一记胆冠中原开倒退，开青日退风云丝。万出万出作胆冠，见月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千古不变客家分，冤人作胆冠，杂色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抬相存，万古流芳。万出万出作胆冠，见月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千古不变客家分，冤人作胆冠，杂色不回头，也是行人总错分，抬相存，万古流芳。就是你啊！大家好，我是彭一群。之前很多彭思群，两名的做得很嘛。可以。彭思群，唔会欠哦，唔会欠哦。我这个听那个群，超马群的，我讨厌那个名字。唔會啊！因為我想想改名。做馬改名係啊。改名因為去年有毛孫嗎？係啊。唔會啊，叫來攏清華啊。清華，來攏清華。我記得去年還沒有做那種單元。有啊。前年一種某一孫，前2年。啊，前年係。2、3年某一孫對嗎？係。哦，去年有孫誒，2014年一孫嗎？就平平安安啦，其實。哦。時間有較穩定冇？差唔多啊，攏咁樣差唔多。差唔多跟你做馬去改名。我改名其實是因為伊個起源係。同個恐龍偶像啊，因為宿舍青島朋友嘛，就拄好有啲老師，伊就介紹有啲老師，你同他去唐義宮來講課程這樣子，啊，伊同佢就同佢就廣東話嘅名嘅，啊，太子松係廣東話流年，就彭思群，那上面是有講到流年一件事情，啊，咪有讀到思群。也名啊，我有讀到生死觀。哎呦！我是覺得就是將士相嘅士嘛。係是農工商的士。金字邊嘅啊，卷本來係金字旁嘅卷嘛。哦。平卷嘅卷啊，本上係個士啦。啊，佢先生就講。生死觀哦。對，所以就當同佢講啊，建議係同。改題。係啊，都因為。恐龍魚上愛改名嘅，啊，幾老師都有看到愛名，同佢講，
某就孙沙，某就孙沙。第二人武则这样。有一个比较悬的故事是，你思君呀的名诶，一开始嘿，我求来的，我去苗栗白沙屯拱天宫，给妈祖见面。对妈祖很不敬呢。没有，妈祖用几时节去求？俺本但没哦那思君吗？我去开始名诶。又过一个。我原本的名诶，我妈妈同我按的。其实个没，所以也已经第三个名，也係第三個名。嗰個思權嘅名係其實拄吼，其實就同去求同馬祖求嘅時節，要出嘅有講嘅沒有縫嘅人有推愛，就是有帶着我，講愛我們做的不完善。伊講跌高跌係決定馬祖同次名思權也很愛去出錢誒，他給搶那個籤詩，就是大意就是說，就是有一個時間，就那有一個時限。哦，兩名誒，你用到那兩時係以後誒。差唔多嘛個時間。哦，你個時間過了以後你改名。就會再有另外一個嘢，就拄好，哎呦，就改名。就是一些很奇怪的，好像有點是拿後面的運先來用那種感覺。沒唔對，先讓你改一個好名字啊，讓你還有不會運拿的改。就是我還蠻感恩，就是應該是說我們在信仰學上，我就還蠻感恩，就是媽祖。就是在那幾年，就是剛好我退伍，係同我係退伍係改名嘅，就改了。對，我真的是因為改完名字，本質理先生睇天師上面看到我，一張有唱來鬧人鼻酸，所以我思權係對光啟社開始用係我讓佢來比歸衰開始。係名嘅思權開啟人嘅歌唱嘅路線，就是比較曝光啦，應該講。那現在改了這個名字，曝光度更高咧，你還有去給他作品了呢？厲害啊！哎呦，貴人名啊冇啦，因為都好，就我剛好遇到一個很棒的貴人，多金又長就帥，這樣。哎呦，對，然後人緣又好，人緣桃花。對，是哪一個貴人？就是恐龍偶像。哎呦，多金啊！是。哎呀，是怎樣？他有給你什麼？他怎樣的貴人？他就說他錢太多，沒有，錢太多幫我花一下。對啊，他說幫我花一下。做短語已經那麼好賺哦。一堆朋友以後啦，對朋友，真的啦。就是同我講，就兄弟嘛，就打嘴鼓就講。我講我想要同出一個名片，我講出名片中啊，因為我沒有很我其實就一直沒有那種企圖心跟很嚮往，就是說一定要有專輯啦，或是代表自己的歌曲。對，我就沒有我就覺得這樣子就很好。真的嗎？真的。然後也就當同學講。我不管，你就是給我去寫去出一首歌。給我出錢啊，懂演後啊，一首而已嗎？以能講係一個同埋，就打電話聯絡以音師來就是團隊，對，然後詞曲創作、編曲、錄音師什麼買錄滅好誒，然後就唱來。自家歌也不會衝一拜就好了呀。我很好，你知不知道？再重唱就好了。哎呀，幹嘛衝一拜啊？比原唱還厲害這樣。哎呀，也就反正以對來就我覺得，因為他曾經講過一句話，說你是我所有我家人，我會很擔心你的。一個朋友。對。還是你們才是真愛？也許會不會是你到時候雙胞胎是你生出來的？開玩笑。還開玩笑。哎，廖總，情誼很難得呢。對，我們兄弟感情這麼。這個情感是從腦樂打擂台建立起來的。鬧熱是你們兩個的福地，真的。是你們的東南方。人緣桃花味，真的呢。對啊。我們問一下老師啦，查先生，佢新的名人知道過得好嗎？統一權，先講頭前嘢，就思君嘛，思君嘛嚇。啊，嗰時講媽祖樣樣不如嗰種啊，有啲時節嚇，有一面好一面嚇，潤下無暗藏，佢講啊嗌幾多歲到幾多歲，啊你係要嗰種啊，有啲時節嚇，唱安尼頭擺年嚇。對安尼，頭擺年係咩講？我都乜解名，思乜解，
好嘛该哦，对，可白影有字号，对，就像李白一样啊，对，他写的字都很白嘛，字太白了，哎呀。所以跟有的时间按你改是就了，几多岁都几多岁些啊，你用下怎么样？几多岁都几多岁用下怎么样？啊，很明显该读该在时间润可能有加分啦。啊，不过哈，如果我只是要短期的话，我不太会建议去改身份证。身份证，所以身份证冇改。所以你之前身份證有改過？有改過。啊，要拜咧，要拜改呀，那咩？你還有改嗎？咁早得改？有啊，總會攏改。做過3拜哦。嘿，啊，有一些你要按嚟講哈，既然是它有次數限制哦，你是冇講。一直去改身份證，對，可以當做藝名嘅意思。像上次那個什麼鮭魚事件，有沒有？很多人去改完以後，然後吃完以後再改回來的。點了。哎呀，啊，所以你在後面嘅時候，按你看哈，第一個要考慮什麼筆畫數，你筆畫。啊，比如說你3、4音哈有加分，啊18分啊你幾言下多，啊我8分嗰些啊我意志啊做事情啊就有加分，它有想法啊。到30的時候，也就是說到晚年運的時候，它可能會有一些變化。所以它這個地方那又要改名了嗎？我們到48歲以後，你這個可能它的運又會比較沒有那麼長啊。48還1啦，那你不能再改了，你3次了呢。2拜啦，2拜啦，2拜。本來名啊呀，4卷1張，1卷1張啊，還做得過1拜。4卷之前記住有另外的。4卷啊，冇，就是4卷係第1拜改。他哋係第1拜，係嘛？啊，第二個哈，我你可能要用生肖看。係。哦，我生肖嘛該生肖，比如你生肖屬牛嘛，牛佬嘛當好。然後給，還有三合，還有新的一年底會按你生肖，當好就3拍，幾年度啊4年的黃金有加分，啊所以你知羽字哈就是什麼，12生肖只有雞才有羽毛啊，所以這邊藏的這一隻就是雞，而且這個雞落在哪裡，都你的夫妻宮，你的另外一半。會給你，那可以判會本地動態加分，那大家一定會記起。就第2個字的結尾是你的夫妻宮，你的另外一半啊，然後你個啊，第3呢是可以細掉到是你個財運土，有土司有財，第2片是可能你的財庫錢有辦法存起來嘛，所以你睇到最大加分是呢是第2位數。這個人緣也會很好，係冇？人緣啊，其實現在幾歲？40是秘密嗎？有40歲啊？40歲啊？40歲，哇40歲，看唔出來啊！很長啊，係啊，啊！你如果早10年改，你做10年改，哇不得了！這個一定給你有10年大運。哇！那接下來西施都50歲再走大運。老師你講“義”那個字，義這個字，養哈。你通常你名係講34，好，香港1歲到20歲，20到40到60，好，所以你睇看你到人。啊！不過你是用足歲看，你看到沒有？記得你足歲都幾多歲？你看4年要看你到人。你這個在事業上面工作要稍微注意一下，可能會比較辛苦，比較累一點。他會不會有那個力不是金雞獨立？唔牛做唔得出頭，做唔得出頭。係啊，我聽講喵嘅版係。孔子呢，我們祭孔大典的時候，他特別標上牛有嘛，會不會降給，會不會留一撮毛啊？去綁個智慧毛，那個牛都是最大隻的。就是慣，它就先被宰掉。要用光多金牌的。不過唔講你係名哈，該去3年內，你會有很大的加分，對你的事業工作會有很大的加分。3年，飆一下。這3年拼一下，飆一下。所以我剛剛講對於你加分動態啊，唔講我講，如果我沒有真的要那個話，我覺得到了我剛才講48歲以後，你考慮用另外一個名字。
可以让你在后面的运势变得更好。喊他孙七样用。哦，老师还可以请问一下，嘿，78岁以后，还踢什么是又可以咧很多飞翔的飞？飞翔的飞，冯玉飞，飞比我好多。冯玉飞一个，我先讲哈，你的香哈是加一万哈，加起来是13，差嘛，13的4。第二用到加起来有没有？23 ，my 4，火金，大火烧金，所以基本上那个火太旺。你如果改成，如果你第3个字你加起来要尾数要观众朋友记起哈，火要什么？火生土。土是指尾数是5或6的笔画。加在一起加起来5或6，那个应该要火土。大火生土，那个才会最后变成你的。不然的话，这有时候到后面压力会比较大，尤其这个，交友方面的话，刚才提到交友的问题，你其实把谁张蕊问欣赏，3眼先标一下。定啊，中华文文雅师嘛，里面还踢人美样的就叫冯逸飞。冯逸飞，还想我乖让好朋友。哎，加迄2张名结合起来，对啊，更加变音译所以你们78岁以后当一改啊，张蕊改中名的时候，记得会不会是木狗？木狗哦，一般48岁改叫马义军。该狗起来大部分都有血光受伤，哎呦，要稍微注意。哇，那很恐怖哎，那最好不要哎。那到时候你再选一个啦。对啊 ，Amanda 老师有吗？给你。是好。义军是太阳巨蟹上升处女座的哈，因为我之前不知道你的金主也坐在那里哈，就是我先看了你的星盘，真的2025年哈，你真的就是一个贵人运非常旺的一个。好，而且特别是工作事业上的贵人。好，那金主已经出现了嘛，但是可能就是有其他周边那种周遭的一个帮助助力也都非常大，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好好把握这段时间哈。那再来就会提醒你，因为工作事业很忙碌嘛，所以当然你容易忽略你的家人。好，如果有对象的话，可能也会容易忽略伴侣，所以2个人之间的口角争执可能都会比较多一点。好，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就是你自己有时候。工作很忙了，回去还是稍微你知道1、2句有时候关怀的话语，其实就会很暖心了。回来了，爱你啊！对，好，那这部分只要有注意到的话，其实就我觉得对你2025年真的很期待你的一个表现，我觉得真的是会非常棒。哇，那你今年要。多来节目上节目，收视率才会比较好。对啊，我们蹭你。我可以了，反驳，没啦，要不蹭上懂你。对。好，谢谢老师，谢谢。好，某云，2025年大发。好了，赞哦，谢谢啊，赞哦，谢谢老板哦，也可以啊。哎呦，我们现在请阿曼达老师，好不好？来出一个这个，对，塔罗牌，对，我们请大家哈凭直觉哦，从这边1号到4号，我们看到这边的图案哈，这边是第1张、第2张、第3张、第4张哈，看得清楚可以看图案，或者是你就1到4这个数字，你也可以凭直觉选一个数字也可以哈。我们来看看哈，未来就是在今年啦哈，我们的这个谁会在事业上有很好的发展？好，不用担心，答案里面没有双胞胎这个哈 ，OK， 好，不用担心。好恐怖哦！好，凭直觉选不好，那我就觉得哇，今年怎么办？事业发展哈。对，好来，1、2、3，来，请亮牌，来，抢卡牌，来这边，这个是第1张，这个是1、2、可以哈。1、2、3、4，那个上面就数字就在那台那边问1、2、3、4，看不到啊，看不到。好来，1、2、3、4。3号有1、2、3、4、5、6，哎，6票哎，第1名是3号哦，第2名是3号、2号，然后再来是4号、1号各1票，3号最多人。好，那3号最多，我们放晚一点哈。我们来看哈，这个4号，4号是谁选的哈？选到4号的恐龙偶像，非常棒。2号是第2名。哎呦哎，我们2个你看。这独树一格，你看，真的哈，你选4，我选1，选4的恐龙偶像哈，真的哈，事业运势我们说切身粉，哎呦，突破自我，崭新形象哈，就像我刚刚讲的，其实在今年呢，其实你对于自己的你现况就算很好，可是你自己会有一种不满足，你知道吗？你会觉得我应该可以有一点突破，我应该可以有更跨领域的发展，所以在今年呢，第一个。
沉淀一下，因为不要急。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匆匆忙忙去做，反而容易走错方向了嘛。所以好好的沉淀一下，想清楚，一定可以找到新的方向，然后能够跨出更高的舞台哈，非常的期待。好，来，1、3听一朵1号，接着好，我们来看2号、3号、1号，那我们来看2号、1号，罗哥的1号。好，1号呢，我们看到的事业运就是80分准备就绪哈，蓄势待发。我跟你讲，这个事业运很棒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大家想哈，我们要求事业发达，我们会觉得具备什么条件？第一，我要有实力，对不对？有实力，我要有周边的资源，有资源。其实有个最重要，大家常常忘记的，我要有那颗要发展的心。好，那抽到这个像罗哥，你会觉得，哎，其实今年你就会觉得，我应该来个，我真的蓄势待发，大家拭目以待。真的哈，我就很期待，而且哦，你看到这张牌，哪里跌倒就哪里躺好，哪里跌倒就哪里站起来，真的，对不对？而且抽到1号牌是这种哈，就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因为你看已经上马了，只要这个马步跨出去不得了，能跑多远他就跑多远。你的心想要发展到哪里就可以发展到哪里。恭喜，收到，罗哥就你31号呢，收到，谢谢老师。起飞。那我们看哈，也蛮多人选2号，好不好？2号哈，好，3号最多。2号来看到选到2号牌的呢，我们说是事业运就是团队合作，共创佳绩。好，非常棒哈！你看哈，其实我讲团队，大家会想说，哎，我需要有一些这种工作的伙伴，有经纪人，有金主，这是一种团队。可是，比方说大家来参加我们节目，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常来参加我们节目，也是一个很支持的团队力量。好，所以呢，抽到2号的朋友，第一就常来参加我们节目，常回来走走。再来，这个节目没有他们这样子团队合作，哪有办法撑那么久？对不对？观众朋友也爱看，对不对？观众朋友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团队力量，意味着呢，抽到2号牌，其实我们的那种人缘桃花也会非常的旺哈，所以要好好的把握。也恭喜2号牌的朋友。最后哈，很多人抽到的，我本来以为80分很高了，结果30分是不是？那个3号应该是100分，对不对？我们看看是3号标是不及格哎，对，我们有可能甩牌，我们来看看哈，选到3号牌呢，最多人选到的就是。老少咸宜，大受欢迎哈。对，其实就很像我们节目的属性嘛。我们节目就是老少都可以看，大家都爱看，对不对？所以呢，抽到3号牌的朋友，在今年的事业运就是我们老少咸宜啊。对，不管真的是从2岁到80岁都会喜欢我们哈。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的事业运一定是发的。恭喜大家！哇，太棒了！加紧手！结果没想到恐龙偶像是最低分的。因为他是稳定中求变，他要突破自我，都是好的，都是好的，都今后啦，其实都是还是要努力啦。哎，你就算100分，没变啊，没变啊，哎呀，这好运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还是要努力嘛，好不好？100分啊！好了，谢谢老师哈。3号了，这一位来了，陈伟仪，100分的陈伟仪带来后堂歌曲，来唱歌啦！早餐无必打条命，一阵一阵，困笨把起落命里随风。2012新年去黑矮包红包给爸妈，最低价。看很黑 Google 找最低给父母可以多少钱？什么意思？这为什么要 Google？ 那最低可以给168，刚出社会1600，哦1600，真不会收对了，真的包出1600。该朋友们哎啊，过年啊，春节有去走村走村啊，还真的冇钱干咩，连加油钱都没。茶桶，东风名人宿高勇敢，爱做唯一。浮梁茶无碰风，一条虾满山茶叶。40年，阮也作人做茶米，捧出勇敢了，青春人生，又送个故事展开精彩。
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为做比肩共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世界比肩。一阵风吹，拳落山芒。杂茶发布林嘛，香薰流漫落生意做茶，无为他条命，一阵一阵，困半把起落命里随风，金光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为做比金光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世界比世上的论也出现，做好茶面，爆出勇敢的竞争人生，有son的故事真是精彩。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为做比肩共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世界比肩共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为做比肩共插通。东风美人速高勇敢，世界比肩，世界比肩。拜一下，拜一下。哎，唱到一下两条歌的迄在2024年得到台湾演唱音乐台奖嘅第一名嘅歌嘛。第一名，安徽同嘅歌当第一名啊！哎呦，佢第一名係乜嘢？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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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啲啊！我嘅樂團係樂術欣賞，平常時冇搞樂團，大家自己樂團現場真件係。非常嘅好，非常厲害啦！有差，我知道佢做乜會第一名咧，因為佢邊中國行啊指牙邋遢，滿場跑啊！對啊，指甲比他還嚴重。沒辦法啦，因為他背着吉他，沒有辦法下。哦，就是動感。你應該在上面表演條花給團啊！老師很少看到唱歌這樣，很少看到要閉上眼睛。第一名的比他還厲害，更瘋癲。對對。難怪你會第二名。哎呀，後堂。之後要條歌嘅故事，曾經就係講2024年嘅愛。我哋條歌嘅故事嗎？3月嘅時節，就曾經係愛2月到3月，係愛就是非常低潮的時候。用來講，就是什麼低潮？就是會同完全冇。其實你。疫情來，唔係要做欣賞嘛？就是高科嘅料啊。弄到像你就叫那個劉美玲多給你一點好，或是恐龍偶像。對啊。冇啦。貴人啊！因為我有可能就是房屋貸款，汽車貸款，都後還有去講公司，這個可以。一間公司，公司還是有很多支出，所以我就知道，因為錢入來以後，可能過一兩秒都就對，春節的時候，我就有負債嗎？一定會有啊，房貸跟車貸，那個是必須要繳的，就是說你公司這樣繳完以後，你還有再付？不會哦，沒有，就是打平就到了。嘿，跟我知道，那一年哦，2024年去我包紅包給爸媽最低價，我喊去 Google。
找最低给父母可以多少钱？什么意思？这为什么要 Google？ 那最低你最低可以给168，刚出社会1600，哦1600，刚出社会这样会收的真的了。包出1600。该朋友们哎啊，你过年啊，春节有去走村走村啊，哎真银某钱连加油钱都没有。那你爸爸妈妈有没有说你今年怎么才1600给我？有吗？其實後來有講啦，就講其實疫情呀新年按到安內，只有每次怡君會找我，哎，偉如哥有鬧熱哦，所以我們鬧熱沒有你怎麼可以？董幹掐鬧熱讓我有你看說話的藝術，調張孔孔林世軒小姐，我沒有帶尾戒，有點扮小人，真的。原来小人就在你身边。先想再说，我们老师刚讲，你有没有在听？讲话不要那么直啊，一直得罪人。我发现都我家里的客厅，还好陈伟如好像没听到，他也在讲他自己的。有格局，就是我把餐桌就是放了整个我自己做音乐的电脑，然后把那个整个就是沙发都倒置了，把床搬到客厅，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电视的位置都换了，把床搬到客厅。你是1房1厅这样还是2房1厅？3房2厅。3房2厅。你讲我就把这是餐桌，本来对，本来黑按钮啊，客厅啊，亮哈黑按钮，我就把完全的再放回原来的格局。没有，你床没有啊？没有，这是沙发。亮黑醒嘅。醒嘅哦，跟民宠吗？所以在2024嘅世界哦，一开始松班演。我的那个客厅是很混乱的 ，OK， 然后改变了到后来的状况，结果今年嘅时节，那就因为就是多年来我都没有入围的台湾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给礼拜呀东干掐评判欣赏，好，那这个一次拿到2个奖项，这个不用老师讲，我都会。你把那个客厅弄得那么乱，那个财神想要进来都不进来，还有那位干干净净。董特别嘅黑俺有懂得收藏很多银工诶，就是公仔。那个公仔，俺有看天师其他嘅命理老师就说，一公仔有追，发，有一张嘴就会吃钱。哦，可是我就把所有公仔都丢到看不到的地方。哎，我发现我的户头开始钱就进来了，有了，真的有剩下钱了。公仔，跟我就知道，你不要买公仔就好了呀。後來就有喊他都會錢。老闆媽媽講給那你這樣講，我會想到我們公司很多人，他們沒事就去那個投那個扭蛋夾娃娃，夾了一堆公仔放在那個櫃子裡面。我回去把它丟掉。不是啊，你把它們反過去就好，扣唔到就好了呀，還是因為花那些錢比較多，所以沒有錢，其實才沒錢，公仔都挺貴，對，很貴耶。後來下半年就整個非常忙碌，也不教課了，也不去電台了，就認真做音樂了，然後去去講課、演講嘛，然後也都專注一件事情，把它做好，然後這個自然而然這個運勢就來了。跟大家董幹掐，不管是照顧我的貴人或者是客戶，然後還有愛不卡影給我的體諒，像就變成2025可能會就是可以包更大，還有他的桃花。對，加一個零，希望可以加一個零，16000，16000，頭髮一嘎分吶。對啊，是不是旺夫？也很感謝我的對象了。那你2024年真的是對啊，事業桃花都好。對啊，天天的見來見後，車先生，他家裡的格局，你去做得嚟講一下咧吼。你剛講啊，你的糖，頭擺好多苗頭，表示你的事業發展好唔好，所以。其實體質哈，你整理乾淨是有加分的。對。天哦，坐下來的時候哈，你坐還不有表看過去，該躺啊，看那天時個，這個做起來你的旁邊，你坐喺位數旁邊有角，馬角誒，雙臂張開90度角。好。最攬起來，喺前
棍里面那边，好像是做嘛做丑胎一样哎，那种感觉呢。啊，所以伊啊安尼，有就做在钱到那个角落，他有脚，那边有钱财啊，我知道刚刚前面那个乱的时候，可能还没跟那个美玲交往，啊，交往以后就变干净，应该是这样，应该啊，你可以用个代称嘛，马桶也要刷，对啊，妹，以前都不刷的。聊边说枪里了哦，除了这个以外哈，来跟大家分享 Yuki 照哈。2025年几个主要的财位，大家记下来。来，记一下。财位来嘞。第一个哈，香港你的朋友哈，你做类似那种军人啊、警察啊，军公教啊，你要你行武的方面。2025年那你的财位在家里的东南方，你把它分9等份，你看看东南在哪个区域到哪个区域范围里头，它不光只是人际关系会变好，你的工作、事业、财运也会变好。不用买哎，不用买哦。其实你在为说有人喜欢放那个铺满呐。啊，刚才那个财位，那个什么水晶，什么蛋啊？恐龙蛋又来，恐龙蛋。聚宝盆啊，水晶洞啊，放在东南方，但是不要水哦。你只要放那种实体的东西放在这个位置，能够去做聚财。聚水滚财做的某欣赏。就会某些水。某有水的东西。啊，天哈，你讲有些朋友，你讲我不做啊，做业务啊，做嘛个事情哈。新的一年2025年，你的财位是你不开南方，南方基本上它有一个原则啦哈。当然你要说什么绿色植物或什么，这个都加分。但是南方最忌讳有水，一定要记得水该多少几多，跟你破财的多少有关系。哦哟，所以水越多，破的财越多。啊，第二个你吃掉到不用水哈，心脏一定会模糊。然后特别记起来哈，南方啊，你不管係军人、警察、业务性质啊，做些嘅工作，你这条财位是得到咧。啊，西南方哈，你在为说做生意嘅人，不卡有嘅人，不管你係即個私從做生意，你係講係開雜店做生意，你要懂得用網絡當幫人做生意。電商。對啊，只要是做生意的人，那麼西南方2025年就是你主要的財位。這個位置就你在為說之後不用水。哇，水的多少跟你财运的多少有关系哦。我把水塔装上。水塔，我在想说放个水塔在家里，西南方。太比不反义啊！所以有时候我你看那你不是没有大概种哎 Q 啊，以为有水在滚，水滚财嗰種，嗰種做千號呀。係啊，唔啊，而家人講不要講啊，你安尼有水在滾哦，有好嘛，我講做得啦，唔過你水多少嘛？水嘅多少是讓你財運的多少有關。洗衣機放那邊可以啊，洗衫褲嘛。係冇？唔係啊，你洗嘅水沒有流出嚟。咩係？係個固定嘅水卡嘅位數，唔然會有財。所以大家記得，有3隻係主要的財位。唔過佢睇要在你嘅咩講做嘅電腦有關嘅工作，好冇？龐軍係。觀眾朋友，你講用頭腦啊，專門用頭腦啊，你要記得。西方它不是財位，但是我來講，這個叫智慧財。你凡事就要用頭腦，我要細化，我要想東西，我要那個設計東西，西方就跟你的財運會有很大的幫助。所以有些時間我跟大家重講，它不一定是直接跟錢有關，但是你如果我今天文思泉湧，我想東西哇，很快就可以設計出來，然後又可以想到在別人的前面。錢就會跟着你動足先機。對，所以你在為什麼動充這個？條下有講嘛，裝一盞燈充嘛，然後下期把它生成巴士，聖誕節，全部有糖哎，那麼厲害，真的，他搞記好了，記好了哦。阿曼達老師，好，瑋如的太陽是在處女座，上升射手座哈。那其實我們知道，像每個人都希望人生一帆風順嘛，可是有時候困境是督促我們繼續努力的一個很重要的驅動力。
所以在2024年你上半年的这种经济压力，其实我觉得对你未来的人生都是一件好事。你想到这件事情，你就会更认真去工作、去存钱。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一个正面的发展。那所以你的这种运势呢，你在2025年哈，其实我觉得顺序是这样：第一个，你想要努力存钱的这种欲望、这种念头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会让你觉得我要好好工作。那你在2025年，你过去我不知道你过去的工作习惯会不会有一些比较艺术家性格，有些工作我觉得这个不合我的调，这个不适合我，你就可能对，有一点。那可是，在2025年，你的心态会变成什么？你是用一种抢钱的心态。对，其实你的工作机运非常多，那你的心态调整成我要好好抢钱，所以工作来的时候你都接下来。我们先把钱存下来之后，可以再做其他的规划。那你工作性质接触多了，其实你的一些经历、一些历练也会增加，它也是一个加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2025年非常好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运势了。那我要提醒你，2025年你有可能会大笔的财进财出。当你我不知道买第2间房子，聘金，对，聘金，开玩笑的，可以。现在还有人在收聘金啊？线上求婚啊，见证人各位。来，我真要讲，老师真要讲，2件事情可以同时发生。确实哈，就是因为其实你的感情运也是不错的。如果真的要付聘金，或者是你就买第2间房子当成聘金。第2间房子。因为你在今年，其实你有机会在孕期后，对你有机会再一次置产。我不管你是要买个新的房子，对，是要跟我一起买吗？好，或者是你现在狗猫的笼子啊，那也是算房子啊。对啊，或者是扭蛋扭那种房屋造型的。好，或者是你现在房子你想要小换大都有机会。好，那我觉得起家处要换出去了，换大没办法想象后面会发生这样的事。对，反正就努力嘛。你先抢钱，然后来了，然后抢亲了。对。好，然后就是这样子的。对，那这样子因为钱放在，因为你会有大笔的财出嘛，所以你放在房子上面，我觉得它反而财一样出去，可是你会有一个保障。我觉得对你来说，你可以考虑一下。好的，提供给你的建议。谢谢。谢谢大家。今年好好抢钱，人财两得的感觉啊！爸爸妈妈的那个红包记得啊，好多1个0，好不好？最少2个0也没关系哦。问弟媳包多少？好了，谢谢。加油！好，来，稍微冲掉你的观众朋友谈一下你 Amanda 欣赏哦，今年财运排行榜前3名啊，小考试来喽！欢迎哈，我们有没有入榜？大家记不记得自己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我们从这2个部分来观察哈，太阳跟上升要注意喽。星座好。太阳或上升，首先第3名财运非常棒的星座，我们要恭喜的是狮子座的朋友。好，你狮子啊？我狮子啊，其他狮子太好了。狮子座我们说贵人加持，财运看好，也就是说今年哈这种人缘、桃花运、贵人运都非常旺。有时候你过去的一个比较热心的帮助他人、付出，你没有想那么多，你就是纯粹帮忙。可是在今年你会收到非常好的回报。真的啊，是这样子。我是回报你们。我是那种7月22号，有没有？就是巨蟹的最后一天，然后狮子的头一天。对，那还是看狮子不是7月23吗？不一定，因为每年不一样，哈，每年不一样。但是很奇怪，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就是很懒的，根本不想动，但是有工作的时时候，我们就是会好好的做。要看你的那个上升星座也是要看。我要看上升。好，所以非常恭喜狮子座喽！恭喜！股价可能有一点哈，我们来看第2名呢，我们要恭喜的就是太阳或上升如果落在巨蟹座，哎呀，罗哥还有马上批血，巨蟹座的朋友恭喜哦！你讲话不要太直就好了啦。我们说哈，散发光芒，财源滚滚，就是今年真的就是做自己，可是要把比较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好，我们先讲，比方说在说你对佩萱哈，你好好做自己，世萱，可是不要得罪其他人，这个很重要。那像罗哥今年有什么的你的想法，你的想要做的事情，今年就是勇敢去做，就去做，然后就会带财了，不用怕。但是会有小人啊，怎么办？小人没关系，我们带尾戒啦，或者是刚才老师有教的，在家里开门几度之后，自己撒泡尿在你的那个房间门后面，500cc哦，记得。非常恭喜，对。第1名呢，我们就恭喜的是落在双子座的朋友。哎呀，徐世云，上升，真
真的就是斜杠人生口袋满满。哇！所以我会鼓励双子座的朋友，今年哈，你就是比方说像我们喜欢唱歌，表现都非常好，我好好的耕耘没有错。但我有其他的第2专长、第3专长，我们都去慢慢来发挥。好，会有互相加分的作用的话，会让我们成为今年财运排行榜的第1名。恭喜大家！如果上升星座又有那个金星又有，那就是不得了。今天晚上要请客啦！真的，我这个本星座是巨蟹，但是我上升星座是双子。那就太恭喜了，太恭喜了！我本星座是狮子，我上升好像也是双子。哦，对。观众朋友们，我真的不知道，恭喜恭喜大家！双子、巨蟹、狮子，哇，排着了嘿。罗哥请客了，好，请客！哎呦，真的。哇，真的，今天这个要用礼拜哈，他真的看安尼酸安尼。晕丝啊，伊朗英年嘅晕丝啊哈，趋吉避凶一下，太起搞要注意哈。大家真的了解一下。最好。可以了，太起搞晕丝英国都不潮。对啊，记得了，因为老师今天破了很多天机，好不好？等一下包个红包给老师。对，包个红包还记得哈。好，今天谢谢2位老师。什么牛皮情商？对，家情商，有没有大情商？安子 C， 让你们哈，谢谢安子 C。大家2025都大旺大发哈。对，好，来好从我朋友夹了报名哈。夹打电话来，96667人等待这个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没有多谢什么？你所有好朋友2025大发，什么餐饮变情商？有没有老师？谢谢老师。什么小强老师？有没有情商？子 C 辛苦嘞，先生辛苦嘞。今年所有朋友都有贵人加持啊哈，还有这个能够财源滚滚啊，口袋满满啊心想事成，一切顺心，好不好？老年到你台，老年困下来哟。倒下又魂归不去，荣耀终究不被延续。等待一场战役又过去，替换僵硬。风吹过竹细若细雨，温和年能再相聚？几段轮回细数生灭，谁能允许？千年百曲，我若能走一曲。但愿苍生欢愉，爱恨不灭，交织如烟一轮明月。夕阳倾泻，那当我岁月几回，仍不离道别。爱恨疲惫，谁真能绕到家中间？生死边界才懂，权力不过是过眼云烟。倒下又魂归不去，荣耀终究不被延续。等待一场战役又过去，替换僵硬。风吹过竹细若细雨，温和年能再相聚？几段轮回细数生灭，谁能允许？千年百曲，我若能走一曲。但愿苍生欢愉，爱恨不灭，交织如烟一轮明月。夕阳倾泻，那繁华岁月几回，仍不离道别。爱恨疲惫，
水只能绕到这中间。生死边界才懂，旋律不过是过眼云烟。讲拢袂听，话甲哨声，楼顶楼骹，看戏翘脚，予人听野，予人会大，做甲流汗，嫌甲流烂，想要看破，嘛无较蛇，全你的梦，全你的梦。你搁无大无小，无大无小，白目伫咧黑白讲话。你搁无大无小，受过超过，等一个，要着甲你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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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你扒落。袂听，话甲哨声，楼顶楼骹，看戏翘脚，予人听野，予人会大，做甲流汗，嫌甲流烂，想要看破，嘛无较蛇，全你的梦，全你的梦。你搁无大无小，无大无小，白目伫咧黑白讲话。你搁无大无小，受过超过，等一个，要着甲你扒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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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你扒落。老婆，甲你扒落。